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2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美国有6个州昨昏拄到35个假地风，造成至少78人死亡消息。目前已经知影受灾上界严重的肯塔基州已经造成70个人不幸死亡。西部的梅菲尼市，规个城市是拄到假地风，规个吞平去。警队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因拄到上界食力的假地风。因认为讲可能有超过100个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大规模的透风甲大水雨已经伫几个地区造成济悲剧，嘛答应讲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台湾北部会转较凉冷，嘛会落雨。早起各地天气明显有较凉冷，透早上低温是伫个南投，干那12.7度。咱做伙来看温度。对今仔日开始到拜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较会落雨，部分地区可能会落大雨。各地早暗会较凉冷，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南投，干那12.7度，日时高温差不多是23度至28度，半暝各地温度会降到17至20度。今仔日台南以北等等15个县市有透风的直播，沿海地区都要注意有风影，中南部嘛要注意。有的所在会大雾，所以观众朋友若是出门驶车、骑车，都要注意安全。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间是伫拜二的透早，温度会伫15度以下，日时的温度才会小可较小落。到拜五，还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乡亲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高雄轻铁417到420这几个站，后礼拜四就会试营运。不过，因为这段是较晚代替的车头，有救灾甲避难的需求，所以是空阿摩托的。加上有做彩绘，所以清早有民众甲这当作是会当散步的所在，甚至有人伫遐骑铁马。警方表示，目前是会先做宣导，要若通车了后，若走入去是算违规，上重会当罚7500。透过空翕的镜头看到，高雄轻铁边仔画着几种色彩，无同款的涂油变做美丽的地景，嘛吸引民众注意。这是还未通车的420美术馆站，毋过煞常常有人直接走入去铁基路内面散步、运动和骑脚踏车。唔知啊，我看这有路人过，我就甲过，是的啦。高雄轻铁第2阶段417到420车站已经完成勘查，要伫16号开始试营运。毋过其中48和420车站和台铁的车站真近，为着代替救灾避难的需求，和过去伫铁基路边仔铺草无共款，改做铺阿门图，嘛因为和日航道无共款，载运局增加色彩改变，造成民众误会，甲铺阿门图当作会当行。警方提早加强宣导，通车了后违规上悬会当处罚7500块。会觉得好像是可以在这里拍照啊，或是说比较比较亲近的一个图样，对啊，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变成说宣导部分可以再做加强。目前是说先以劝导为主等12月16号，这次通车之后，我们就依大众捷运法第50条开罚7500元。417到420通车了后，高雄轻铁的路线全长14.7公里，增加到26站，甲博尔和美术馆园区连起来。不过对第1阶段通车到即马，烧毁的状况还是真多。以今年来讲，已经发生11件，违规的民众不但会接到罚单，更要赔偿列车的损害。警方提醒一定要注意交通号志，唔通乱走。记者李小米交关高雄报道。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来看咧，读报，劳动部去年劳检的年报显示，受职灾的几率10年来头一届压悬。这案数分析主要是营造业、餐饮业、运输、仓储3大类劳工较侪。劳工受伤或者是死亡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案发甲头家发的金额上过低，有的头家佫会上空受伤来闪责任，建议就要修法重视头家对劳安的责任。再来是自由时报。中央银行这礼拜会举行第4季理监事的会议，按算会调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还有通货膨胀几率预估的速达。政策利率可能会维持在1.125%无变。中央银行可能会推出第4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再来是中国时报，针对耗水费，目前经济部初步的设定，会对每个月用水9000度以上用户来扣耗水费，一度是统一会收3块，会冲击到2000间业者。
按照明年开始施行，后年会开始爱纳税。目前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正式传到台湾啊！目前是拢带病入境的病例。也那12月初10的病例是对苏瓦第2来台湾的 ，CT 值是28。也那12月11的这2例是对英国甲对美国转来的。这3个人拢总已经伫咧负压隔离病房咧做治疗。也那接触者初步的采检是拢阴性。针对中研院确诊的这个个案，指挥中心证实伊患到的是 Delta， 因为实验室的岛啊甲门拢验出这个病毒，无排除是环境感染。国内出现头一个 Omicron 确诊个案，16829例是初查公布的境外移入个案。指挥中心将个案入境国为南非州政府司法第2强调12月初8入境，加长工初9集中检验所检出阳性，CT 值28，在伊进行病毒基因特殊，确认是 Omicron 病毒株共班机接触者10人，目前初步采检是阴性。在边境我们拦阻了 Omicron， 它一定会到台湾，也有可能有漏网之鱼。所以这样的一个警戒是不能放松的。记者会结束了后，随即指挥中心公布增加2例 Omicron 病例，168控诉英国境外移入个案，CT 值21.6，可能12人采检是阴性；16818是美国境外移入个案，CT 值26，地处计20人采检阴性。我们的病毒量也大概没有像 Delta 的 CT 值都在10几这么的偏低，有一个病毒量偏高的一个状况。前中研院调配女研究人员16816例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来，经过检测发现，甲 P3 实验室中的 Delta 病毒株符合，甲6至9月本土 Delta 病毒株无同，初步确认感染源甲社区传播无关系。中研院也亲自到指挥中心说明，强调这名研究员第2摆去互实验者家乡迄天，实验室内有3人，分别操作的是武汉病毒株、阿法甲 Delta 病毒株，同时女研究员操作的是阿法株实验室。无排除高度感染可能。那按16816操作的呢是阿法株攻毒的老鼠。目前我们不排除在 P3 实验室内有交互感染的可能。桌面有一些门把这些的处所，CT值又算高，会做进去的我们也会做。指挥中心也证实，这名研究员捌伫淡江大学进修推广部授课，同一节课有12名同学，1名老师，全部列为地处隔离，已经安排带入集中检验所。PCR 检测结果是阴性。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目前本土感染个案事件，甲前2天比已经朝向安全方向发展，年底大型活动未强制防疫措施，也毋过呼吁民众赶紧注疫苗，确实做好自身防护。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研院实验室这个确诊病例。指挥中心有公布，伊最近捌行搭过的所在，伊捌坐过306的公车甲那21线的公车，嘛有去过南港甲汐止。即嘛汐止的国泰病院已经有加开时段要来斗做采检。今天早上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有行动筛检车。我伫中研院的社区里长伫拜6早起公布，鼓励民众去快速检查。重叠都一定会的啦，比如说它有306栏21，都经过我的研究院路嘛。所以说，里民为什么会很踊跃来检验，也是基于这个缘由。比如说周边细致的啦、九如啦、旧庄。中研院实验室27日女员工确诊进前去过南港甲汐止，初10拜5，中研院甲附近的民众，共有300多人去快速检查，拢是阴性。在伊继续有检查车来进驻。另外，在新北市的汐止国泰病院也增设时段，让民众来检查。可能从实验室。出来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那实验室，假如说目前我们已经有86位是阴性，那在实验室里面其他没有第2个病例出现的话，那表示说这个可能是一个个人的问题。那个人的问题的话，当然在他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严格的管控的话，那这个理论上是可以很快可以控制下来。也有专家认为讲，这摆案例凸显实验室防护标准流程，必须爱找出是倒一个所在，开出唔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受到真正来加利亚风的影响，至少造成78人死亡，有一间垃圾工厂煞规间倒去，内底有110个人恐惊有生命危险。英国王宫肯辛顿宫昨天发生有警察甲歹徒对射，未受这个歹徒是去警察用枪弹死。
警方初步认定甲恐怖攻击无关系。台湾确认有Omicron病例入境，香港政府表示未来会考虑入境香港相关登记甲检疫等等的要求。代替这3个月以来，就突切交界。交通部长王国材这半个月以来，就开2届会，要求代替的主管若要改革，就要有决心。针对东部较偏远的地区人才留袂掉的问题，即嘛代替按算要甲员工加薪水，希望偏乡地区的员工调动的情形会减少。12月7日，台铁207次泰勒国号伫经过台里到福隆中间，和铁路条撞到，车头玻璃被钢架强要裂开，差点造成泰勒国号花莲事故再发生。交通部长王国材要求天华台铁干部处长甲宜兰段段长，最近也2摆召开会议，要求台铁一定要落实安全改革。留给台铁局他们整个在人事座位上来处理。那初步还是一样，就是公务处的处长。还有宜兰公务段段长可能都会调职。王国材讲，台铁已经134年啊，即阵伊阁是穿衫来改衫，真无简单。要求台铁的主管向4大面向来努力，包含落实工地管理、牢固设备更新，伫边埔工程找来优良的厂商。另外一样，宜兰花莲台东遮偏远的地区人较留袂条，检查员甲监工申请转调比率悬，造成人力出现断层，工作也歹接起来，已经要求台铁提出偏远加级制度。一个偏远地区的加级。来留住人才变得很重要，要不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变成一些新人的训练所，训练完就离开这样哈。台铁企业工会表示，欢迎看到交通部对偏远地区予伊加级，这种确实偏远地区的人力流失严重，造成现场大部分是新进的员工。不过，对着交通部向公司化方向改革，企业工会员是反对，认为应该先解决资产负债这个问题，而且多多甲基层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4大公投伫咧12月18就要投票啊！民进党拜六伫咧台中办大型的说明会，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拢希望民众会当转4个无同意票。民进党公投说明会在日来到台中，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席，表示4个公投案上互伊烦恼的都是反来地进口，因为台湾要行向世界，美台甚至有机会建立更较紧密的双边贸易关系。美牛伫政府的监督之下，已经进口9年，无道理20美引起世界各国的质疑。反美猪进口，更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严重影响台湾对外经贸的整体的布局，这是这一次我们公投最困难的一题。开放符合国际标准的美猪进来，我们也一样会把关。行政院长苏贞昌为政府能源政策辩护，认为在疫情之下，台湾经济稳定成长，这是需要用电的时阵。能源转型政策中，三才是关键的一步。另外，抗真侪年无用的核素绝对袂当中起，安全稳定性方面当袂去考验。执照已经过期，基建已经停产，厂商已经解散，燃料棒已经送回美国，这是要它重启。所以国民党这是蠢得乱的。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徛台宣讲，强调为了保护桃园烟花的海草大，已经开出2400张罚单，绝对袂因为能源政策破坏生态，请民众放心。4项公投案18就要投票，正反双方把握时间寻求民意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战斗内发起人赵少康，拜六伫咧立法院外口做宣传演讲。真侪人拢真关心新北市核废料的问题，不过这届新北市长侯友宜伊是无去现场。我都很怀疑，现在苏贞昌知不知道自己讲的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为了伊让他早一点退休回家，1218，互伊莫搁错，安尼好无？公投即要投票，国民党在拜六下晡举行6都说明会，最后一场转来到台北，呼调70群众战斗蓝，4个公投案拢投下同意票。4项公投都是民意的决定，我们是站在民意这一方，而民进党却是用2把的方式来对抗民意，处处的跟台湾人民来作对。今天他们说马英九，你让小牛进来，为什么不让猪进来？他们搞不清楚猪跟牛是不一样的。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战斗蓝的发起人赵少康，伫立法院外口来宣讲，也毋过无看新北市长侯友宜。
没有我们都没有联合任何人这样。对你刚刚提醒我，对啊，应该约他才对哦。我觉得侯市长他当然有他的为难之处啊，因为4座核能发电厂，3座都在新北市嘛。位在新北市的核一核二厂陆续进入第一个阶段，不过关键的核燃料也是无都提出来，和反核团体讲是无所在通放。调查讲为校友义来讲话，严军也是重新来启动核事，核废料是不是永远放伫新北市，嘛研究无正面来回应。强调高端的核废料应放伫燃料水池15年，这个改做打击的度数已经是可行的方向。记者自王报道。第5场，也就是上尾一场公投的意见发表会，昨天伫咧公司举办。就是顶胖的这个公投案，正方的代表黄树修，甲反方的代表，也就是台北市议员区伟杰，针对断层、厂区安全设计，也有核废料等等的议题发表因的看法。上尾一摆的公投意见发表会11下早举行，其中中科核四公投这案，正方代表是公投提案人黄树修，反方是台北市议员区伟杰。发表会一开始，黄树修就反驳反核方对断层、设计安全、中科规划等等的质疑，讲这质疑拢是无证据。请反核方看一下环评法施行细则第37条，其实可以专案免环评，顶多只要提环差就好了。那共寮这7年封存以来，没有发生天崩地裂的变动。如果2号机的建造下不来，那一定是审查委员被反核集团给收买。黄树修强调，核四有安全无，敢有必然只要公投通过，就要使来共同检视。区委结讲，若要调查核四，即马就要使做，无需要等公投结果。伊嘛针对中科核四需要的环境评估问题进行说明。当年的环评呢是在1991年做的，台湾的环评法都还没有通过，所以核四的环评其实并没有经过台湾的环保署的审核，而是经由非环境专业的这个原能会来试办环评。当时不但没有公民参与，而且审查过程也是不断的放水。区委表示，当时环保署甲监察院拢有提出质疑甲纠正，即马伫相关安全措施完成确认进程，中科核四嘛无法度专案处理。黄树修回应，核四的环评是伫1991年做的，核四的建造并无因为落尾的环评法通过来失效。记者郭永条随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目前全世界为着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是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啊，超过531万人死亡。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增加10例，目前是16731例，中国有99000多例，日本是172万例，然后韩国是超过51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0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然后巴西超过2200万例。另外，欧洲迄边英国超过1000万例，法国嘛超过821万例。目前欧美各国疫情是各开始咧反箍。即马德国、法国一寡大型病院甲医疗体系是强要制裁袂调，因为美国甲英国因是认定疫苗对新型的病毒确实是有保护力，拢鼓励民众都爱去做第3档。在了当天温度降低了后，欧美各国疫情又搁开始升温，加上新冠变种病毒Omicron伫各国拖，除了德国柏林、法国马赛的真济病院的重症病床已经存无偌济，必须爱甲患者转去其他病院以外，当然全球护士欠缺问题嘛愈来愈严重。国际护理协会统计，即马全球至少欠缺1800万名护理师。The feeling that they've run already 2 or 3 or even 4 marathons with each wave of the pandemic.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go again means that many of them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y can. 美国疫情开始拖，每一礼拜平均增加病例甲死亡的人数嘛有增加的状况。不过伫观察注对家这疫苗的数据了后，即马美国甲英国认为注对家这疫苗会当增加对新病毒的防护力，所以敦促民众去注。The encouraging news is that booster doses increased the neutralizing antibody titers by 25-fold compared to 2 doses against the Omicron variant. 为着敦促民众注疫苗，非洲国家象牙海岸为7日开始展开了10天的注疫苗活动。只是纽西兰煞出现有民众用收别人的委托费用代替委托人去注疫苗，短短1天已经注完10剂，引起卫生当局烦恼的正做防疫破口，已经介入调查。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伫日本大阪的飞田新地是日本关西上大的红灯区，内底有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医院。
当地民众发起募资的活动，希望当帮助这栋历史建筑继续保存落来。这间2层楼高插起的建筑物，外形看起来真有古早味。入去内底有一板球，还有90间正特别的包厢。这是伫咧台北西城区的红灯区飞田新地，一间超过有100年历史的建筑物飞田百番。100年ほど前の日本の和風建築は、空襲とかあるいは大きな火災でですね、相当燃えています。で日本においてもその遊郭の建物はそれほど残っていないんですね。その、戦前からある、建物は非常に遊郭建築が少ないと。飞田百番是1912年到1926年的大正时期正罕见的原始建筑物。这个区域是西日本上大的红灯区。这栋建筑物迄当阵是一间查某间，闪过二次大战的空袭加大火危机。这栋历史建筑物即马是一间餐厅。无论是对外口或者是内底看，拢正需要维护，因为有正式的建设历史，无法度注册真侪有形的文化财。当地有一寡不动产经纪人甲城市的开发商发动募资要开发，也过拄到阻碍。この太陽市100番のクラウドファンディングでも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マイナスの面っていうのを気にされて、どうしてもクリックできなかったお金入れられなかったみたいな、女性の声も聞いたりは当然します。虽然有阻碍，不过到今年8月，也是已经募到1900万日元，换算代表是460多万。用3D 虚拟实景对建筑物做详细规划，参加修复的建筑师讲，在这艺术就是建築的一部分。普通の絵っていうのは建物美術館を想像してもらったら分か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建物に絵がこうかけてあるんですね。でここの100番っていうのは比較的もう建物にちゃんと絵が、建物の一部として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がここは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す。100年的老建筑物闪过战火摧残，即马也阁要摆脱过去正式的争议，带着以历史的价值重生。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天气报你知，为今仔日开始到拜二，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甲东半部较会落雨，部分地区会落大雨。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咱来看大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